好，来继续来讲，这个欠水严重，就惊会影响到农民的种植，所以水利署来动用到121口的抗旱井，提供农民来压田、压这个淹田。彰化有一个农民因为欠水，所以离已经打起的井仔边，搁来挖一口40公尺深的井仔。但是彰化县政府讲了，讲为了要避免到地层拆落，所以要挖这个井仔，拢会提出到申请。若是家己私底下挖井仔，互发现，你要恢复原状进前，逐工拢罚钱，逐工拢罚1万到5万块。大型机具伫咧田边挖要40公尺深，总算挖到地下水。这是彰化一个农民家己请机具来挖水井，伊讲最近无水，若是阁无挖井，稻仔就要打死啊！今年欠水啊，水源水源较浅，所以即摆要补田拢加无水啊。虽然农民强调真正无水通用，不过彰化县政府讲，就惊抽收集地下水，互地层落落，所以挖水井拢要先申请。如果原来已经有水井那不堪使用的话，是可以申请再重新开凿，不过仍然还是要跟我们主管机关做一个申请。县政府讲，若是确定是私底下偷挖，伫咧农民甲水井恢复原来模样进前，逐工拢会罚1万到5万。若惊农作物会打死，水利署最近嘛使用121口水井，会用水车抽水，搁再去农田边补田，爱农民毋免烦恼。